顽皮世界动物园为让家福基金会受助家庭有一个难忘的寒假，特别邀请家福的大小朋友来到园区参观。许多小朋友首次近距离接触这些小动物，都感到相当新奇有趣。他们也很期待，因为寒假刚开始。也还没过年，那大家可能还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跟这样的一个心情。那家长今天也都特地带着孩子来，那尤其是因为在那边孩子比较多，对于这样的一个户外游玩的机会比较少，比较少有这样的机会，因为要花钱。好，那这样的景点的一个怎么讲参观活动的话，我想对家庭或对小孩子的话都是很大的收获。然后，那我想今天顽皮世界也安排了很多的一个景点解说也招待我们的小朋友吃一些点心之类的。我想对他们的寒假生活而言，就是开了第一炮，就是高兴的事情，我有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来，顽皮世界3。园方耗费1年时间，规划打造出这个全国最新最大的2栖爬虫馆，目前正在最后的赶工阶段。园方预计在农历春节期间正式投入营运。这次特别邀请北台南家福中心的受助家庭率先体验，小朋友看到变色龙吐舌，将蟋蟀吞进肚子里，难得一见的场景让小朋友们又惊又喜。这次我们抢在这个精神年之前，特地邀请了家福中心的小朋友前来哦。那因为我们想到说，他们平常的时候可能比较没有机会到外面去走一走，因此在过年之前人还比较少的时候，我们的2栖爬虫馆也即将要开幕，所以呢也邀请他们来走一走看一看。2栖爬虫馆里面一共有上百种的物种，同时呢我们有非常多是全台唯一的种类，像是我现在手上的这只变色龙。好，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像猿是一种鳖，那还有呢今年最重要的就是蛇，蛇也是我们的主角，所以欢迎大家精神节的时候可以来走一走看一看。大人忙着工作，比较少机会能够全家大小一起来到动物园游玩，更是难得能够与动物亲近接触，相信能带给参与的家长与小朋友非常不一样的体验，也让学生在放寒假的一开始就有机会接触到课本以外的世界，开阔视野。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